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昨下晡台东发生大地震后，东里车站受损真严重，铁轨路变形需要1个月以上修理，另外高寮大桥也断做几落过。对于17开始地震，这大大小小地震包含着地震尾2天已经有150届，无排除这几天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英国女王的国葬伫台湾时间下晡6点举行，各国领袖头人到现场，会当讲是近代规模上界大的领袖集会。伫昨下晡，这台东发生大地震，华东地区传出严重灾情，这铁轨路轨的变形，火车是跋倒驶。台铁也宣布讲，对19开始，这个花莲到台东之间会用巴士来接送，每点钟弄一班。也因为这铁轨路变形甲真严重，可能要开1个月以上的时间修理。花莲东里火车站月台10号平规个放落来，红毛土甲散开涂骹，400处自强号6节车厢倒规平。台东18发生规模6.8强烈地震，真侪位铁轨路规个弯曲变形，无法度通行。台铁讲已经成立一个紧急应变小组，会由技术会勘了后拟定修复计划。也因为铁轨路桥梁受损，修复期一定要1个月以上。持续配合工作进行的情形来安排哈。那早上到现在，目前整个接驳状况都还算是良好。11处轨道这个比较容易啊，哈，就轨道的处理。但是3座桥梁有牵涉到安全的课题，所以要经过鉴定。他们现在初步估计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因为铁轨路歹去，台铁半暝紧急宣布，为19开始，花莲到台东用客运接送，正点发车。透早玉里车站前有真侪来排队坐车民众。会觉得不方便啊？有一点，就下午再上课。下午再上课。早上都请假。啊，那到花莲火车站阿瓦库，差不多。不一定哦，因为还要进其他的站呢。搭火车时阵查偌济时间？应该会多个半个小时吧。用客运接送旅客部分到19下晡4点，估计已经有3405人。台东大地震陆续传出灾情，花莲玉里大桥路面变形闭起，工程人员伫进行抢修，用人工管制引导交通。中昼开始，路南会使单线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9月18大地震造成花莲这玉里地区的这个高寮大桥断做几落过。地震来的时阵，伫桥面顶头有3个民众，拢对这20公尺悬的桥顶摔落来，其中一个比较较严重，已经转到花莲的主治病院治疗。9月18大地震，花莲玉里正做重灾区，当地高寮大桥断做几啊节。地震发生的时阵，拄好有3个民众伫桥顶，有2个是为新北市来洗土的翁仔某。还有一个驶火车洗叶的负责人，桥断去的时阵，因3个人拢为桥顶20公尺悬的所在摔落。受到桥断去的迄当阵，这个洗叶的负责人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准备刹车的时候，就那个地震越来越大，对，结果车子就滑到旁边了。这个洗叶的负责人原本要去田里做工课，除了手骨有几空，脚趾骨嘛有受伤，不过家在人是平安无代志。啊，谁救你啊？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哦，你自己走出来？嘿，不知道车子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后面的，就他脚断掉了，骑摩托车。哦，夫妻嘛啊。由于桥都断裂，原本送医路途约花10几分钟，变成要绕道而行，花了近1小时的时间。所幸伤者全程都意识清楚，无大碍。因若骑奥多摆洗土的翁仔某，是为新北来佚佗的旅客。翁婿受伤的情形较严重，有血腥的情形。在因牵手的陪同之下，互转送去花莲主治病院治疗当中。意外发生的时阵，在地消防队有随出勤，甲伊送病院的时阵，桥是已经断去啊。虽然这个救援的过程是真无简单，不过加在这3个人拢有平安救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座断去的高寮大桥，今年6月才拄修复尔，结果经过3个多月，这桥就断去，施工品质引起外界质疑。不过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表示，6月时阵这桥甲桥梁拢无损害，才会无特别修理。结果技师也表示讲，这高寮大桥用到今已经超过30年，伫921大地震进前，这挡地震的强度是无搁再特别要求的，搁再加上伫这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夹界所在。地震了后，才会断甲遐严重。伫花莲玉里下过秀高乱溪的高寮大桥，因为未堪你6级的地震安尼害，桥墩规个放起，而且桥嘛断做几啊节。
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县府的人员专工来视察。对你要吃力，要照顾好自己健康、安全。商业的时候是这样子，有人请县府来，那时候有这个柏油有稍微裂开，我们是有跟他讲说这个伸缩缝有比较宽了一点。其实今年3月23的大地震，因为围查也有引导的雨浪太起，6月初6至17有封路施工，想不到施工了后3个月，因为9月18大地震桥煞断去。3月份的地震的影响，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是以引道跟护栏修复为主。那一次的桥梁的这个整个梁体主梁的部分是没有看到损坏的情形。土木结构技师现场勘验，发现高寮大桥完工到达已经30年，是伫921大地震进前起的，所以耐震系数并无特别要求，而且桥墩是单主体，嘛无特别强化。加上迄个所在伫后亚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界，即个拄到6级的大地震，这条桥放弃的方式，甲日本阪神大地震高速公路放弃的情形是要挖。对，这次蛮像阪神的高速公路那个倒塌，柱顶比较脆弱的地方，然后断裂。那早期的话，因为微速的效应不是很好，所以它基本上一块就倒。不过，这届地震造成玉里镇的建筑物、车路、铁路、甲桥等等的公共设施造成损害。花莲地检署指派专职的检察官搜证调查，会进一步来厘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8地震，大约有600名去到赤瓜山、60石山赏花游客，昨拢掉伫咧山区，旅客先伫山里休困一暗，早起这救援人员有去抢修这车路，旅客已经全部落山路。因为目前是金针开花季节，所当着这大地震，当地业者也讲，这地震害因的生意全部去了。树仔予大地震甚至连根飞起来，大细粒石头阻碍双向交通，阁有几落百公斤重的大石头直接甲路面灌规大坑。沿路一旦看到有车，予大石头规个地甲变去。花莲60石山的状况比外界原先所想的更加严重。早起6点半开始，清除作业一直在进行。重机械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开挖先把这个路清理完后。上面的这些400个受困的人呢，能够及时下来。公路总局透明动员大型工具分做2路，到赤区山、60石山崩塌的所在抢修。因为也一直地震，所以予这的旅客先住伫山顶的民宿，19透早继续抢修，总算完成清除工作，会当通车，加600游客顺利接落山。位相片都会当看到赤区山的路基路面，予山壁规大片崩落来的土石砍去，也无法度预测什么时阵会当抢修通车。即马拄好是金针花季，不少业者真无奈，提早宣告花季结束，农民嘛刚来当提早采收，运送去山卡行路搭。因为现在这个道路坍方的情况啊，加上说那个抢修的那个时间也没有办法未定嘛。花季原本是到10月10号国庆的连假，做观光的大家苦笑都宣告这个花季可能就提早结束了。李光斌表示，像赤区山的替代道路新细条，无法度受险车，而且路况较差，比主要的另外道路要加开1倍时间上山，连做无实有可能迷路。民俗业者已经陆续请旅客退房，不希望游客冒险上山。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地震影响，全台湾有148间学校出现损害情形。伫花莲局里的春节国小上严重，规个走廊是拢崩起。另外，伫台东地上的大埔国小有几落间教室，这内面物件是乱糟糟、东倒西歪。另外，伫嘉义县的中寮国小也有这个壁甲条啊，规个是逼甲真大顺。连同2名教室2楼的空桥廊道风景下伫涂骹，牛条钢筋捅出来，也无涂甲4过线。结果技术教学检测初步确认，除了廊道建筑倒去受损，其他教室安全无过路。也毋过大地震也是互教室移动走廊的花骹倒甲规涂骹。所有的老师都要积极动员。那我也请社区能够到学校来协助，先把教室里面的空间先把它整理好。除了花莲玉里春田国小损断上严重，台东地上的大埔国小教室的天棚架也嘛落落来，电光吹起，因为教室的乐器东倒西歪，连门拢拍袂开。后来这座储留廊，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地甲后亚大陆板块交界，当年拢会出现刷尾18大地震了后，当地解说员也到调查看。教室里面的电脑萤幕，还有一些柜体，几乎都是倒塌坏损的状况。那刚刚也看到我们幼儿园，它的那个天花板的轻钢架也掉落。
地面外2.5尺长的壁船，1公分左右的悬架叉，高雄中仑高中的校务处甲助理教室，外口地板也封真海，专用封锁线围起来。但建筑师来做结果鉴定，根据统计，全台受地动损害校舍合计148校，校数上济是高雄，有45间，其次是花莲37间，甲台东21间。估计损失金额相关是台东939万外，高雄甲花莲拢伫550万外，损失估计总价2267万，多数以校舍建筑来外部还是天棚损坏为主。地震完之后，它有龟裂的现象，那我们请技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好，那它是刚刚才敲下来的。店校长家己教授，标条大面积壁船，上深会当前置8级壁。家己中寮国小2栋超过25年的校舍，虽然保养过，结果也做耐震阻尼器，也是挡袂过大地动，走廊条、壁条拢出现壁损。好在在大地动发生礼拜6，虽然真侪校出现毁损，也毋过无造成师生受伤。记者综合报道。9月18日下晡的大地震造成花莲局里甲富里的灾情，有6仔厝是放弃，也有骨路座桥断去。行政长苏贞昌今仔日特别去到东部视察，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民众的生活。苏贞昌今仔日也拢来针对到这连续事故，来甲2位馆长会实的。本地3层楼的老厝直接放落来变2层，花莲玉里一间一贯道的寿德院，因为18日下晡的地震落落来，住伫内底教育黄小姐拄啊好，互查某孙仔叫出去，躲过灾难。本来是要上课的，听课啊，然后我又被我子女叫出去，才免这一场灾害。那如果本来是要上课的话，里面大概会有多少？100-200人呢。老仔厝倒去，桥嘛放弃，花莲富里的轮天大桥就是其中之一。点啊加路别开，桥断去，两华富里角倒客出入要加40分钟。因为我们这边护理的人哈，那前面我们大概有将近50-60公顷的田是我们护理在做。那周西的人呢，他们会到这边来消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联络道路。花莲灾情严重，行政院长苏贞昌19晚到的时阵来到花莲视察，花莲县长徐正伟希望中央会当有中建经费的支持。苏贞昌表示，伊会尽力提供地方支持，嘛对昨暝灾害应变线顶会议无信号的代志，甲徐正伟会实的。总统和我都不知道，还有地方连线，甚至于有关我们地方的同仁在现场。所以没有特别请讲话这是作业上的疏失，很抱歉，应该要改进。苏贞昌表示，中央地方合作会赶紧幸福华东的居民入便平安的生活。记者林世豪、张学水花莲报道。在9月18日下晡2点44分的时阵，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8的地动。气象局的地动测报中心统计，包含对17开始的地动，随落来较大的地动，也有这地动尾加起来，伫2天内已经出现150届的这地动咯。不过这规模有愈来愈小趋势，不过也是袂当排除讲，这几天有缘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佫是由来海期19早起10.07分，花莲岛基乡发生规模5.9地动。气象局研判，这个地动虽然位置较北，也毋过有缘属于18。台东6.8主地动引起的地动尾，地动测报中心统计，这个地动的数例除了17前进地规模6以上，规模5到6的有8个，4到5的有47个，3到4的有93个，累计已经有150个地动数例。统计主地动发生了后9点钟来出现61个地动尾，佮续落来9点钟出现12摆的地动尾，频率明显下降。19月到了后，只存小区小地动。气象局表示，确实是真特殊。其实它不止往北，也有往南，到鹿野也有。后续的余震应该是朝向逐渐拉长发生的时间，频率逐渐降低来发展。气象局分析，这个区域的地质结构属于较公性的结构，过去较少带起地动群，地动尾敢是有往北行的趋势，也袂当判定。不过地动尾当然慢慢来降低甲减少。另外，台湾敢是进入地动活动期，测报中心表示，这个地动的活动期会长10年。去年下半年开始，地动确实较接，是平均大概1倍以上。进入活跃期就是代表能量要正常的这个释放，那要让我们台湾把能量累积的能量释放掉。
郭凯文分析，规模6.8个地动等于是8粒原子弹的威力，以有高累积能量释放了后，过当年大地动会较少。对于所谓的地动活动期，民众唔通伤过紧张，也毋过有望爱提悬防灾意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天的地动，伫嘉义地区虽然一开始无传出重大损害，不过伫嘉义县有一寡较旧的学校，有关有发现讲，这建筑物开始出现壁损。就成功大学的教授提醒讲，伫嘉南地区是后一个爱注意地动的所在。小连续2天发生地动，教室内底出现一条大壁损。为了学生的安全，罗草乡中寮国小的教室即马暂停使用。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呈报给上级的机关这样子。然后这间教室呢，在这个地震之后，我们也就请学生呢，就是不要使用，那就把它挪到多功能教室去。特别呼吁学校要赶快把这些灾情送进来，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做协助，也会用到这个灾害准备金，赶快来协助帮忙学校来做复原。嘉义县教育处目前正在调查县内学校受损的情况，嘛有派人去处理。成功大学有教授呼吁，嘉南地区要注意地动的发生。国立中正大学研究地动的教授嘛提醒大家，思考地动发生时要做什么更加重要。就像昨天发生在台东的这个地震，连台北、桃园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事情，甚至桃园有一些建物、有一些灾害的一个问题。所以基本上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在哪里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一件事，而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中正大学研究地动的团队表示，台湾本身就是常常地动的所在，而且只要大地动发生，规台湾拢会有感觉。研究短暂需要时间，甲政府相关单位的资源，才有法度达头来进行。目前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提醒民众正确的防灾观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昨台东发生大地动，造成花莲玉里一栋3层楼的楼厝倒去，昨暗就开始进行拆除。县长市前卫警去到现场视察，希望赶紧会当把这个现场清好掉。厝主顶人下晡也去到现场找出这贵重的物件，国军要派人支援。几啊只怪手持续伫动工，花莲玉里这栋3层楼的透天，伫地动了后倒去。工程人员19下晡持续咧进行拆除，警方嘛伫现场维持秩序，我互人乌白走入去。原本按算要拼19拆除完成，不过现场也有侪钢筋，阿毛土工也有石头，难度是真悬。今天会把它全部拆除掉，那周边的这个14路口的马路也会重新起上柏油。国军伫现场做交通管制，还有调探照灯来倒车，方便拆除的作业。台电人员嘛赶紧设强电的系统，互机密来使用。因为这栋倒去的透天，原本1楼是超商，超商的店长甲厝主等人下晡嘛去现场，要找贵重的物件。因为伫1楼的便利超商内底，有找到店头内底保险箱、收银机。清查了后，财务先交予警方。这栋厝倒去嘛，开连隔壁的店头，店里的物件是规个乱糟糟，大门嘛变成无度关起来。伫甲美容美发的厝主，相关的设备也有厝受损等等的费用，初步估计损失超过40万。只有震坏那个围墙而已的，没有请到我们这边来，东西都没有调到我们这边来，只是说被震央的东西把我一些的所有器材啦、物资啊，整个都破损掉。店头嘛紧急做通知，这2天暂停教学，赶紧把厝内清理好势。按算影响超过50个学生。地动灾害了后的修复，也有造成的损失，恐惊的是真惊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的地动，这地动中心是伫咧台东的地上，当地真侪车路拢避开啊。山区有一个带400多人的部落，对于17个地动了后就无水，加上18个地动更加厉害，互因的徛家话必去话是起去，甚至有民众等北府政府来抢救，家己就先管暗毛土，甚至有民众是惊甲唔敢入去困，规气就困伫咧避难所的布棚内面。小心行入来，已经拆一边的厝，电风落来，客厅厨房面兼散规涂骹。互老大人更加烦恼的是，涂骹出现10至20公分的大壁棚。用都没有时间来这个乡下，看这个都裂开了，墙壁也
有断一条。向大爱老大人即几工仔先困车顶，毋过民间互地动渗一个车基的现象毋若一好。即个所在是倚近海岸山脉东安山加卑南溪地上乡进行部落，人口420外人。由于设地动了后就无水，经过18公里地动了后，伫山坪边的民家差不多拢车去，若则无紧修理，大雨年来恐惊会互造山影响。它整个摇动的话是往西边摇动，东往西摇动所以这边的居民的地址就抬高了，抬高它就往这个卑南溪这样滑动下去了。部落等3工也等无人来修理，只好家己先修理。6.8公里地动，互大楼的住户嘛唔敢返厝，直接困伫避难所的天道内底。你这个地上你再怎么样，你总比那个楼上有东西。万一压下来，你这边不会压下来呀。这个强烈地动会冲击关山美二期条作，17震央伫关山造成新垦郡下米厂室内杜尊座倒去，关山镇农会公园两幢栋车去，佮拄到18强烈地动，7栋变形歹去，恐惊影响后续存量。仓库不足啊，这个本来这是收购后储存的稻谷的仓储，可能下一期来不及。农会预测也欠1000至2000吨的量无位放，除了紧急性抢修旧的设备，嘛要想办法找更侪空间来运用，降低二期条作受寒了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国葬，台湾时间下晡6点伫西敏寺举行，带观众朋友来看国葬仪式。去国葬仪式的地点，这个西敏寺呢，在去国葬的仪式地点西敏寺，新国王查尔斯3世带领着王室成员对伫咧后壁。6点国葬仪式开始，由西敏寺主任牧师霍伊尔主持，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尔比进行报道。总共2000名的宾客受到邀请来参加，其中包括着500多名对全世界来的这个头人领袖，会当讲是近代上界规模、上界大的领袖集会。仪式结束的时阵呢，全国进行2分钟的默哀。7点的时阵，由女王专用的分品乐曲演奏国歌甲爱歌，替这场世纪的国葬做一个结束。来自全世界200外个国家的这个地区的国家元首以及着王室成员，拢来到伦敦这个所在参加英国女王的国葬。英国的新国王查尔斯3世18暗头的时阵，伫北京汉宫上界大宴会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贵宾。伦敦机场通市中心西敏寺的道路，国葬举行前一天，有为世界各地来的国家元首车队快速通过。美国总统拜登甲第夫人吉尔18伫西敏厅向女王伊丽莎白2世灵柩致敬了后，前往英国外交部的兰开斯特府，伫官方吊册册内底签名留话，向英国王室表达真深的爱悼。Our hearts go out to the royal family, to King Charles and all the family. It's a loss that leaves a giant hole, and sometimes you think you'll never overcome it. But as I've told the king, she's going to be with him every step of the way. 英女王在位70年，接待过13位美国总统。拜登是头一个出席英国国葬的美国元首。这场丧礼也是国际社会几60年来规模上大一场外交活动。全球200国家甲地区的国家领袖、皇室成员甲政要拢得到邀请参加。少数无受邀请出席的国家，像讲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是因为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俄罗斯、白俄罗斯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无受邀请。北韩甲尼加拉瓜有邀请函，按过加拿大受邀请，毋是国家元首。代表中国出席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8伫中国驻英大使陈德光的陪同下，马前往属有国会大楼一部分的西敏厅致哀。以前乌色的中山装有挂印中国国旗的翠暗。近日有消息讲，下议院议长雷伊尔爵士甲几个议员以新疆人权议题为理由，反对中国代表团进入西敏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也因为2018年下令暗杀华盛顿邮报记者哈绍吉这件代志，引起人权团体批评。沙国官方最后的回应是，王储有得到邀请函，不过会由驻基亲王代表参加。
讲查斯沙西18杯嘛，伫北京汉宫上大宴会厅，为即阵航路来调集的贵宾举行欢迎会。因为人数实在伤济，英国当局安排巴士接送，像坐豪华头顶舱到伦敦的日航德人航阿某，到时阵就会甲其他贵宾做伙坐接驳巴士前往西敏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丧礼伫伦敦的西敏寺举行。英国新的王室的成员呢，也对这细汉入教、大汉结婚到最后的一个葬礼，拢伫咧西敏寺举行。那英国王室一寡历史名人，亲像是达尔文、牛顿等人，因的墓地拢伫咧西敏寺。在位7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7日96岁过身。英国首都伦敦的西敏寺降半旗口征哀悼女王的过身。不少伦敦的民众用手机记录这历史性甲悲伤的时刻。在伦敦市中心西敏市区的西敏寺，19也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的地点。这也是女王1947年婚礼甲1953年6月7日登记加冕的所在。The thing I noticed perhaps was how eager she was to tell me about how important the Abbey was to her, the place in which she got married, the place in which her coronation took place. This building really mattered to Her Majesty. 西敏寺的全名是西敏圣彼得协同教堂，上早起伫西元960年，原本是本笃会修道院，然后经过真济国王登记，成做目前高度式建筑皇家教堂，也是英国上重要高度式建筑之一。1987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英王威廉一世西元1066年第一摆伫遮加冕登基，就此就成做近1000年传统。到即嘛已经举行过38摆君王加冕登基仪式。西元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开先河伫遮举行婚礼了后，西敏寺也成做英国王室举行婚礼地点。2011年，威廉王子甲凯特婚礼也伫西敏寺。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1997年伫巴黎发生车祸死亡，丧礼也伫西敏寺。So the Abbey is the place of coronation, and it's been the place of coronation since 1066. The Abbey is a place of national memorial. The grave of the unknown warrior is behind me. The shrine of Edward the Confessor is just over ther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Commonwealth and nation gathers on great occasions to celebrate or to mourn. 伫30个英国国王甲女王当中，一半拢安葬伫西敏寺。另外，也有超过3300名英国贵族精英甲有名人，其中包含文学家狄更斯、乔叟、科学家牛顿、生物学家达尔文、天文学家史蒂芬·霍金等人。西敏寺内底依然会固定举行宗教活动，毋过煞独立伫英国教会管辖，是直接对英国君王来负责。毋过经费煞无来自国家甲王室拨钱，主要是靠门票收集甲捐钱。2011年3月，西敏寺也捌开放加州民众的疫苗注射站，伫英国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扮演守护民众的角色。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来关心这风台南马都19去到日本的九州，造成各地头的灾情。目前上无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失去意识，别到90个人受伤，而且有34万户失电，其中伫九州就24万户，包含着新干线航班拢去互风台影响着。南马道风台伫登陆日本了后，一路扫对九州各地去。风台中心嘛伫19下晡，由九州北边的福冈进入日本西部，也就是日本本州上界西边的山口县。按上20下晡进入北海道东边太平洋的海域。南马道风台一日来，雨是规通倒，伫部分地区创下雨量的纪录。亲像九州宫崎县的黑亚高原，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605米哩。气象厅虽然伫台湾时间19中到12点，解除宫崎县大雨特别警报，不过也是提醒下落大水雨的所在，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河川的水位，也有感受水崩山的情形，而且随时准备去安全的所在避難。危険な場所には近づかず、少しでも危険を感じたら躊躇せず避難をするなど、早め早めに命を守る行動をとってください。また夜間の避難は大変危険です。明るいうちに
高い場所や頑丈な建物など安全な場所に避難をしてください。外电首相原本按算19出发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目前决定延到20出发。除了以九州为主的几十万的民众已经接到政府避难的指示。南马大风台嘛，地区陆空的交通受到影响。日本2大航空公司日航甲全日空拢总至少取消770个航班。也若日本上大的铁路公司 JR 新干线伫九州的部分，还有福冈往回港岛这段19时全线停驶。也若港岛到大阪，还有大阪到名古屋，为下晡2点至4点左右按班次的顺序停驶。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讲到哥斯达黎加这个所在，当日落大水，雨雪来造成水崩山，目前已经有9个人死亡，34人受伤，2个人失踪。当地政府也警告讲，伫沿海地区，这雨会继续落。这台公车和土石流将跋落去坎卡，伊出来分裂，甲本来拢是树丛的山壁敲出一条痕，沿着山壁向顶头看，会能看到一个其他轿车掉伫咧土石内面。公车这么条条的所在，离公路路边有75公尺。所有另外的车停伫咧公路边，搁再向顶头看，就是土石流下来的所在。红会讲大雨引发土石流，先弄到2台轿车，结果把这台公车塞去坎卡。Y en este momento estamos continuando con el rescate de personas que están prensadas dentro del autobús, con equipo hidráulico de bomberos, con cuerdas y con iluminación. 哥斯达黎加17项落大雨，造成首都圣约瑟西边70公里的坎波卢内罗公路发生土石流，消防员甲红会通报讲有人伤亡，几多10个人失踪。另外，也因为大雨造成严重的破坏，几多百户人家被迫撤离。气象预报讲，雨也会继续落。发生事故地点附近的居民讲，当地道路的设施无完善，无护栏也无标志。不过，公共工程部的部长吉尔伯马丁尼斯讲，这种意外事故是无法度预测，不是政府或者是客运公司的唔对。不过，法新社报道，哥斯达黎加大厦2021年3月一份报告就警告，坎波卢内罗公路伫咧当地详细路口附近有山崩的高度风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讲到到位的莫德纳 BA 点1新配方疫苗，拜六会当开始来做。台北市即马是走大省宣布，对明仔载开始，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去疫苗有约平台登记。另外，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280个本土病例，目前这 BA 点5占伫咧本土个案内面是达到6成咯。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这 BA 点5疫情继续伫咧严重，上届高峰应该是9月之1或者是9月之8。刚恐惊会有5万人确诊。受到假日效应影响，新冠本土病例数较降，19拜一增加28,210例本土病例，全台犹原是以新北市6000多例较侪。中当前有99例死亡，有31例。另外，本土Omicron BA 点5顶礼拜检出106例，以北部甲中部地区上侪。儿童青少年也有21例，目前 BA 点5占本土个案约6成，慢慢看过 BA 点2。这2个病毒株目前在国内都还是有互相在消长的一个趋势那看起来是 BA.5慢慢的有从主流病毒株之外慢慢在继续的盖过这个 BA.2。虽然本土降到2万多例，不过指挥官王必胜表示，第37州也就是顶礼拜整体大约有28万人确诊，甲第36州的23万多人比，增加2成，显示 BA 点5疫情犹原继续提升，不过无达到高点。有高小高峰应该落伫这礼拜3、2、1，也是后礼拜3、2、8，但是确诊病例数可能逾5万例。这个低推估跟高推估的中间，周平均是这样子。那单日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最高是到，我记得是到49000多嘛，那也许会再高一点。另外，莫德纳出世代疫苗将伫这礼拜6、2时开始做。台北市首先宣布，20拜日起开放符合资格民众到疫苗有约平台预约。头一波将由台北中基等5间病院提供注射服务。另外，有媒体人伫面册透露，指挥中心上紧伫10月下旬开放边境。王必胜表示，相关政策也在研究中，一定会提早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伫这2-3年大流行，大家嘴暗是挂条条，也和流感的这个感冒减少真济。不过，疾管署发现讲，过去7礼拜胃着流感的病人增加36%。医生也伫咧警告讲，这南半球的澳洲，这流感开始伫咧大流行，所以来咱要特别小心。那从胃着这武汉肺炎和胃着流感，当增加死亡率拢会增加。也呼吁65岁以上的老大人含具风险族群，就要赶紧去注流感疫苗。新冠本土疫情加悬，流感病毒嘛开始咧摇摇软。有基层诊所医师观察到中秋了后，去诊所互医生看的人是以发烧、嗽等类似流感的症状占较侪。虽然10月初1开始，公费流感疫苗就要开始注，不过医药的情形要是冷冷清清，烦恼今年流感疫苗可能会注不了。前2年很多的诊所购买的这些自费的流感疫苗都没人打，都报销掉。那今年呢，预约的也不多。流感和现在目前的病毒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所以我们都会打。医师的烦恼不是无原因，因为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发现讲，过去7礼拜全台湾类流感挂门诊甲急诊的人次为21000多人次，加悬到3万人次，增加3.6%。医师表示，南半球澳洲已经进入流感流行的季节，按算年底就会轮到北半球。那同一个时间去为着新冠病毒，还有流感病毒，重症甲死亡率拢会增加。呼吁65岁以上的侪岁人等高风险的族群，一定要注流感疫苗。毕竟2个病毒如果同时感染你会更严重啊。他们2个都是侵犯呼吸道的，如果2个病毒都同时侵犯你呼吸道，不管先后或者是同时，你都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医师强调讲，为着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的症状是真类似，若是无做快筛，连医师人员嘛真好分辨出这2个的差别。根据指挥中心会当开放予民众买厝内用的流感快筛试剂，予有症状的民众伫咧厝内就会当做体检。因若疾管署是验色，最近已经收到47个 A 型流感的通报，加在拢是属于轻症。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8的地震，有学者怀疑讲这是中央山脉断层所引起的。不过目前中央山脉断层不是中央地调所公布警示的活动断层区域。提机器进入避损，详细观察地表破碎带的影响。研究人员来到富里高小附近检视地动了后，庄仔厝遐甲大路的避损，初步发现地动发生的时阵，有一寡避开所在是平行刷动，也毋过也有部分是因为机械所造成的变形。双黄线分隔线本来就是一条的，那在这边就受到断层错动的影响。那本来在这里的线，现在跑到这个地方。地面顶规楼918台东大地动序列，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为17前进，震央伫关山开始，所落来几下件的地动尾拢伫地上，10倍主地动震央也落伫地上。也毋过迄天下昼5点39分的规模5.8地动尾，震央落伫花莲县富里乡。地面顶分析，这附近的地动尾可能是一定独立的地动序列。震央沿着中央山脉边沿分布，也再度引起各界对当地监视活动断层的讨论。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颜宏源研究团队认为，这摆台东地动尾属于走向骨刷，符合当地地质特性。它是沿着中央山脉这一侧在破裂，整个地震的系列，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资料来研判，它是走向华夷，而且方向是朝的北东。理论上震央区是会灾情会最惨重的，结果池上这边好像没有，就房子倒塌了，桥断掉啦，那个通在玉里那边，那距离震央大概30-40公里。陈文山表示，过去水位甲关山之间几十年来会当讲无地动，这摆地动了后，敢是触发后续发生中大型地震，大家注意。伊也呼吁中央地质调查所需要思考中央山脉断层，敢爱防公告为可能讲活动断层，为使检测范围，互四科位会当有经应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地震虽然伫台东，不过北部地区有缘感受会到。正庆祝气象局长辛在钦就伫面册顶头分析，除了这盆地效应以外，也讲到这地动波会传到确定的菲律宾海板块，所以北部地区有缘会当感受到这地动的威力。另外，地动的时阵呢，这建筑物会发出噪音的声音。就专家讲，这建筑物若算是 SC 更结构，无亲像 RC 有阿蒙头包掉的，所以这声音就比较较明显。
现场的民众甲早年起伫海的画面翕落来，大家是看甲假唔硬。台北地震的时阵是海了真明显。前气象局长现在亲认为讲，除了喷地效应以外，还有一个真特殊的现象，因为台东地动波会进入相对确定的菲律宾海板块内底，向北传对台北去。因为菲律宾海板块较杂尖，地动波咧传的时阵，损失的能量较少，嘛传了较紧，所以这届地动台北是真摇。盆地的所谓放大效应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丢一颗石头丢到那个池塘里面去，然后那个水波会传出去，传到池塘的边边的时候呢，它就会再反射回来。台东的大地动，唔但台北感受会到，高雄的民众嘛有同款的感觉。地动的时阵，继续无发生真噪耳的声，民众是走干那飞。土木结构技师表示，受到地动力的时阵，钢筋结构的特性就是金属接头，并无控制力包掉的，所以会造成明显的声音。受地震力来的时候，它的转角会张开或缩小，那因此也会造成多多少少的一个声响哦。那这部分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形的所发出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声音。专家嘛进一步说明，甲RC钢筋控制力的大楼来比，钢的结构会较软，震动的周期嘛较长。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东部发生地动，民众防灾意识也开始加悬。台中南屯消防分队就要提醒民众，地动来时阵呢，会当用拍落来、暗号家己，还佫稳好调这三种保命方式。不过，这地动发生时阵，所有民众伫咧卖完工，拢无受到这国家级的警报。气象局也说明这发布通知的标准，而且民众呢也会当家己上网络去查，看你住的所在敢有伫咧断层带顶头。地动一日来，随便落办公桌下骹，两只手直接甲桌仔骹掠掉咧，互桌仔踩服在，会当有保护的作用。若是伫咧困的时阵拄着地动，就爱随便翻身拍咧，甲枕头放伫咧头壳顶，保护头还佫有阿妈棍。东部连续几日天发生地动，台中南屯消防分队示范保命的3个撇步：苦累、闭合好、踩服在，提醒民众唔通着急要走出去。对，要稳住桌脚。如果桌脚没有抓好的话，桌子如果翻倒的话，它就失去了它掩蔽的作用了。因为身体比较重要的器官都是在头部，如果头颈部如果受到伤害的话，就会造成以后严重的那个身体的一些障碍。包括使用拐啊、行动辅具，还有轮椅的民众，第一步拢是就地找所在避。不过最近有不少民众伫咧海讲，这2天地动发生进前，煞无收到国家级的警报，笑讲家己是国家级的边缘人。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回回讲，在防国境细胞广播系统警报发布的条件是地动规模5.0以上，而且悬期预估的进度达到4级以上。迄个所在预估的进度若无到这个条件，都未收到警报。收到的标准就是我们的预警系统如果规模到5以上，各个县市都有一些参考点在那个地方。那这些参考点，它的预估有到4级以上的话，那就会对那个县市发。另外，若是想要知影家己住的所在，敢是伫咧断层顶悬，会当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网站，点台湾活动断层分布的图，甲灾害性地动等等想要知影的选项勾起来，而且甲定位的所在输入字迹甲坐标，就会当显示附近的断层。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伫地动过后，这水道水管破去，有超过1400户停水。按算明仔透早进前会当恢复。不过当地观光产业却因为这车路无都通过桥断去，而且游客也是惊，开始把这订的房间拢退掉。业者也烦恼讲，出落来生理可能会达到4成。连接管线加水为车顶送落来，自来水公司设立临时储水站，提供在地居民紧急使用。我们家的部分是因为还有水塔，所以水塔的部分是还可以用的。对，只是自来水的部分就是很小的水这样子，没办法煮水喝。对，那洗澡有没有问题？洗澡的话就是要节省的用。受到地动的影响，花莲玉里有路面碰起来，自来水管线所破去，当地人无水通用。根据自来水公司统计，到19早起，也有超过1400户受影响，要拼伫20透早全部有水通用。预计修恢复的时间大概是今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大概就会整个修复完毕了。除了爱面对欠水，当地观光产业正兴，不过经历地动了后，真侪另外道路传出灾情，国家可能也会地动，趁观光钱的点头都惊所来生意会真差，而且业绩会落超过4成。有可能会跌个
4到5成，因为很多的桥都断了，路都那个崩塌了，所以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行驶。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1个月内啊都会有余震啊。对，什么时候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经退2个人了，他是订27号、28号都要退了，他们就是会怕，这是人的心态啦。嘛有旅馆业者坦白讲，虽然即马退订情形也无明显，不过已经有游客因为安全的考虑，原本订好的房间决定取消。伫地震过了后，重建工作加紧脚步，不过刷来经济冲击，原来是一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八地国民运动中心5楼这羽毛球场有另外安灯光，拜六拄按好势开放，互民众来使用。想袂到礼拜撞到大地震，互规个天棚煞拢崩落来，实在是真惊人。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出面回实体，不过有人认为讲这是表气的营运单位救国团爱负责的，国民党也骂讲市政府是伫咧推责任。球场的天棚轻钢架规个崩落。地震地上10倍发生规模6.8地震，伫桃园的八德国民运动中心5楼的羽毛球馆天棚也崩落，真侪民众惊到，也有一个人被喊受伤。陆续有余震嘛，然后最后一次余震相当的大，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依稀也感觉到那个天花板摇晃特别明显。第一个倒下来的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想到刚刚盖好就这样子的话，那个还是个新的地方，实在是很意外了，没想到的。市政府要好好检讨一下。球场出意外，议会质询时阵，议员批评羽球馆加装灯光，避免强光的工程拄则完工。体育局则拄伫网络铺文讲可行，无讲24点前久，一个3级的地震就规个崩落，根本是豆腐破工程，新竹球场的翻版。检调单位出来查查看吧，这当中有没有人模不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工程会崩垮成这个样子呢？豆腐渣工程就是人民最痛恨的，尤其这个是国民运动中心，那每天那么多人进进出出，而且桃园还有好多个这样的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我们觉得都应该要赶快来进行检修。门口打广告，桃园市八德国民运动中心5楼羽球馆暂停开放。外界将责任指向桃园市政府的时阵，国民党团讲，即马有人伫咧洗方向，将责任撒互拄则得标营运的救国团，因批评是市府伫咧撒责任。查明原因之后，那么我想要修复工程才能够进行，那确定安全无虞，5楼的这个球馆才能够开放。针对羽球场天棚崩落伤着人，郑文灿向市民道歉，也讲新工处甲专业的技师会进行现勘做结果鉴定，了解为什么地震一球天棚会崩落，赶紧完成修复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因为人口老化和疫情炭烧，本地下班了后，拢会含同事烧酒去啉一杯，即马也变较少咯。也因为这酒的税金减收真济，日本国税局最近也针对少年族群办活动，生理人也推出无酒精的饮料，希望会当减少这啉酒对身体影响。昨日秘鲁伫咧东京即间新开幕，名叫做“聪明创意”的酒吧，专门提供无酒精的调酒，也有酒精浓度无超过3%的利嘴饮料，互无啉酒或者是爱啉酒的人，拢会当照家己的需求，欢喜的干杯。三都里秘鲁加接力电视台共同伫咧撒夏季秘鲁花园活动，即马无伫咧撒秘鲁，是该提供无酒精的调酒加无酒精的红酒。4大秘鲁厂之一的麒麟，今年第2季无酒精饮料的销售，甲去年同期比就成长2倍以上。新冠疫情伫咧全世界带动新的健康意识，低酒精加无酒精的飲料市場，2018年是78億美金，2021年已經增加到100億。大学のサークルとかでの飲み会とかも減ってきて、飲みに行くってこと自体あんまり聞かないので。それで飲む人も減って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2019年20岁世代固定啉酒的比例，自1999年的20.3%搬到7.8%。国税局最近的资料也讲，2025年酒类消费的数量，自1995年的人均100公升减到75公升，酒类产品的税收也对1994年的2兆日元减到2017年的1兆3千日元。
1980年代酒占年度税收总额的5%，到2020年剩1.7%。もうお酒を飲む人が減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が信じられなくですね。はい。の周りお酒飲むばっかりなんで。会社に入って先輩たちとお酒を酌み交わすっていう文化がやっぱりあって、そこでお酒の飲み方なんかを覚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けど、今もうそこがまずあまりないし、実際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し。因为人口老化一个防疫措施的影响，日本人下班了习一辈的职场文化，这么慢慢在改变。若是吉酒厂担心，国税局也正头疼，所以伫7月发动，和国际社会伫咧注意的饮酒万岁网络创意竞赛，邀请20到39岁少年人，想讲安怎透过趣味的促销方式，刺激少年人来买酒。9月吹到停止收件，11月初10会公布这种的作品。这对真侪伫咧烦恼讲，爱安怎互少年人啉较酒，保持清醒的国家来讲，是正大的文化冲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沙特阿拉伯为着要增加观光收入，宣布要开1条美金，打造一个沙漠观光胜地，希望透过这款设备，向一寡穆斯林以外的观光客来到这所在开钱。不过，沙特阿拉伯又有真侪文化禁忌，甚至因国际人权记录真歹，恐惊国际旅客是唔敢去。这项旅游先锋计划今年6月开始，有算1亿美金，包括基层到管理阶层52种工作。沙特阿拉伯原本一年有1亿人次的旅客，其中有3000万是来参加宗教活动。新冠疫情和沙国的旅游业正受影响，为了要拓展观光，吸引更加侪国际旅客，宣布开1条美金提升2年体。不过当地民风保守，也有真侪文化禁忌，包括宗教服装加生活习惯，也有过去人权记录也无好，和国际旅客较唔敢来。再加上2021年所公布的平均英文水准，沙国伫112个国家内面排第104名，导游的人数也无够，所以目标是培训10万位旅游人才。The major goal of this program is to build capabilities for Saudis in tourism, in general, and in hospitality in particular. We're targeting 100,000 trainees in Kingdom and out of Kingdom, online and physically. 不过，不管是2年体，拢唔是短时间就能做到。另外，国际旅客上想要去的卖家，也只敢对穆斯林开放。就算是当局开大钱刺激民间投资，不过是唔是会当立到边个国家杜拜，真做沙漠超级观光胜地，也搁爱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3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1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